国家影视厅中心今仔日公开1946年到1969年之间台湾省政府拍的新闻片，拢总有2000多底。这款影片主要是咧宣导省政府的政令、毛保风台、运动会、学校教育等等的消息。影视厅中心即阵公开影片，予大众使用，希望会当帮助济研究、教育推广等等，嘛，互民众更加了解咱台湾的过去。 火车站挤满了离乡背井的日本人，隆隆的车声载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潮。自从世界大战结束，这个历史影像记录着迄当阵伫台湾的日本军民要互国民党政府遣送回去日本的情形。国家影视厅中心为着要响应5月18日国际瀑布关节，公开2000多个1946至1969年期间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拍的台影新闻片，互民众使用。 这内底所标彰的一寡迄个文化的些意义，伊会使做一学者啦，做一研究者的一寡迄个所在，所以呢，会使对内底来开始研究啦。国家影视厅中心研究组指出，台影新闻片的年代，台湾的电视也未普及，是放伫咧电影要正式开始进程。这个新闻片拢是台湾省政府拍的，主要是政令宣导的目的，不过也有真侪民生的新闻，像风台、地动、运动会等等类型真丰富。 在倒塌的房屋中，有些人被困在里面，情况危急。民防队人员奋不顾身，积极抢救。因为以早也搁无三台新闻嘛，所以当看到比如讲风台、北市水灾等等的真济珍贵的以早的人生活情形，或者是讲什么路通车，啊，搁有什么新的火车等等。 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台影新闻片和相关的文物遗产，伫2012年有入选文化部世界记忆国家名录，是台湾非常珍贵的动态影像资料。这款新闻片伫咧中心的官方网站中看会到，以后嘛阁继续增加新闻片的数量，除了学术研究、丰富新闻呈现等等，嘛希望让大众更加了解台湾的过去。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